高雄的城市公路过去是真出名的所在，也毋过即马因为开发的重点改变，所以迄搭已经无较早遐尔热闹啦。真侪人是拢感觉真可惜，所以针对这项问题，工务局是表示讲，会找原底的设计师，搁再来翻新。 壁顶的画色水已经褪掉，有的甚至褪色到看袂清楚。伫高雄中央公园的城市光廊，2001年启动了，本来是真有名的景点，游客一定会来的所在，阁有袂少悬市来取金。2009年因为委外经营亏损严重关起来，虽然2014年捌阁开始千万整修，但随着附近新竹港商圈稀微等原因，繁华不再。没掉了，比较不没有以前的那样。 偶尔就是年底的时候就举办市集，就是人潮会比较多啊。艺术家吴文勇设计的4名之树，即马煞拢生鲜，墙边阁有真侪雕像褪色。过去成功将更加公共艺术加入街路的城市光廊，即马公园内底有袂少街友，阁有人伫路边拍衫。对比过去的风景，互民众甲民代拢真感慨，希望会使进行整修规划。有市集是很不错啊，就是有一些文艺的东西啊，或者是有一些表演，可能一些音乐人可以过来表演。公园处将先针对灯光及设施损害部分进行修复，并加强维管。另外，后续将找原设计师讨论城市光廊改造内容。 工务局表示，过去为着重新营运，捌委托观光局招商，但因为场域限制伫中华港港澳路口失去特色，会阁找原设计师重新再造，连接周边商圈，希望会使创造新的特点，找回过去阳光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